内政部长刘世芳一月予中国提出是台独顽固分子要甲制裁，结果台办27搁再讲刘世芳的过程去予香港媒体曝光，伫咧中国投资做生意，目前依法甲调查。但是内政部表示讲，这中国用甲人恐吓的方式呢，干涉到民主治理，强调咱的政府绝对袂因为任何政治恐吓有所改变。 伊则代表地批评咱国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是台独的蛮批分子，无双标。中国官方掌控的香港媒体大公文汇集团27报道指出讲，刘世芳的外甥伫中国的江西广东云南的锂电池相关公司做工课，各向伊输送政治现金，认为刘世芳敢若准亲人趁人钱，说唔准民众交流。中国台办嘛随发表声明，讲当地照法规查处，强调绝对袂准台独蛮批分子含伊的亲人伫中国投资经商趁钱。这种长臂施压、跨境威吓的行为，我们不会因此而恐惧和退让。 对中国的操作，内政部中心会继续保卫台湾的民主法治，袂因为任何政治恐吓去改变。陆委会谴责对方的做法是不当牵连，这明显就是要加定治台独的名义，对台湾政府官员甚至无辜的民众做下境镇压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讲，这不是单纯的家族投资的问题，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等义务，化为政府要严格查办。由于新北用认为中国那做后表企图，就是针对李珍秀国籍的这个争议，因为中国人现在要在台湾当立委，它就是与法不合的事情。结果呢，今天中国想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想要来移转注意力，所以才会想要来惩治我们的内政部部长。行政院长杜永泰已经下令各部会莫提供民众动力为李正秀任何资料，而且拒绝备询。李正秀是对刘世芳事件发表声明，讲不管人民人伫台湾，还是伫对方，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，工作权益和基本保障，都应该受到正当的对待。各向共产党执政当局化话，应该用更较悬的价格对台湾人民放出更较侪善意。对刘部长的事件，敢若强调台湾人民会用选票做出上清楚的评价。但是中国下境威胁的对象是唔拿政治人物，记录片各有器官伫台湾放送的过程，对发行公司到真侪放送的合作方，拢总受到超过150摆的恐吓威胁，连伫国外嘛是。其实跨境镇压它的根源是他们长期在台湾布局的他们的同路人，或者是说他们响应的人，或者是说像人家所称的第5纵队。李正雄点出讲，即马反制下境镇压的困难，关键伫看出像是敌人，因为中国恐惊会透过无清楚的界线，互参加的在地协力者，连家己拢无一定会当认清，当咧帮助政治镇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